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2，诗篇59篇16节咧讲。毋过我要唱歌称赞你的快乐。早起时要大声学罗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是我的堡垒，伫患难的日，做我避难的所在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避难的所在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将阮安置伫悬的所在，成做阮的悬台，互阮脱离攻击阮的仇敌，搁互阮来得胜的万军的耶和华上帝。主啊！你是阮伫艰难中的快乐，也是用全能的手扶持阮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伫日时，阮要求叫你的名；伫暝时，阮要仰望你的面。主啊！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阮所毋望的是治罪，阮所毋望的在伫你。因为安尼，阮要唱歌称赞你的快乐。早起时要大声学罗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是阮的堡垒，伫患难的日，做阮避难的所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